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真正奥妙。这个雨伞节就秘伫个雨伞内底。苗栗的山顶，一个76岁阿嬷摒客厅，看到一支旧雨伞，就甲踢开，要看还会使用无？结果竟然是为这个伞骨窜出一尾雨伞节。阿嬷惊一个紧甲雨伞甲合角，但是也是去互夹着，紧急送病院。好你加在。阿嬷无心经毒的症状，顺利来出院。医生来提醒，台湾有6大毒蛇，上解毒的是目镜蛇，也就是饭丝青。这个雨伞节是上温和，但是致死率上悬。若是去互夹着，绝对袂当用喙来漱这个毒汁，爱赶紧送病院。过年要到，苗栗山顶一个76岁阿嬷，伫咧摒扫厝内时，伫咧客厅看到一支旧雨伞，伊拍开检查，煞有一只雨伞才蛇出来。阿嬷惊甲紧甲雨伞弹掉，不过嘛是去夹着伤，尾仔红送去台中营总急救。那时候他因为看不清楚，用手去抓的时候就不小心被咬了一口，咬的位置呢大概就是右手的食指的那个指节附近，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牙痕。因为病人他住在山边，所以他很清楚他们附近有一些常见的毒蛇。这条蛇就是雨伞节。阿嬷确定是去雨伞节夹着伤，加在经过病院处理，嘛已经平安无事啊。医生嘛提醒，台湾有真侪毒蛇，主要俏尾台啊、骨角花、百步蛇、锁链蛇、饭丝青含雨伞节6种毒蛇，造成台湾平均每一年超有1000例去毒蛇夹着伤的个案，其中以饭丝青上毒。雨伞节虽然是6大毒蛇内底上乖，较袂共家，不过煞是较互人死去的一种毒蛇。因为雨伞节它的蛇毒表现其实主要比较危险的大概就是运动神经的障碍，就是比如说病人会呼吸衰竭它发生的时间呢，可能在咬伤后的1.5个小时到6.5个小时之间发生。去毒蛇夹着上重要的就是爱紧去医生看，千万爱记你唔通去漱空喙，嘛莫甲空喙切开，嘛袂当甲骹手绑起来，袂使抹精油或者是草药啊，莫烘空喙，嘛莫捂冰，空喙爱用清水洗，嘛爱紧处泡伤风的疫苗，这当有效治疗蛇毒。